好多香港同澳門嘅家長咧會問我咧，我小朋友言語發展遲緩，我可以做啲乜嘢呢？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3個喺家居訓練裏面咧可以做嘅方法，等你哋咧可以用專業嘅角度咧去到輕鬆應對。第一個方法咧就係日常對話裏面咧，我哋可以主動咧喺自然環境裏面咧去教小朋友嘅。例如食飯嘅時候可以問你想食邊個菜啊？飲湯嘅時候問佢你要斤斤定要叉叉啊？能力比較好嘅小朋友咧，甚至可以問下佢一啲關於形容詞啦，例如大細，甚至方位詞，例如上下或者數量等等咧，要佢鼓勵佢用多啲複雜嘅詞語咧去表達自己嘅諗法，逐漸慢慢增加對話複雜度咧，都可以增加到佢唔同嘅語言能力啦，增強到親子關係嘅。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我哋可以閱讀啦，讀下圖書啦。我哋機構裏面咧都會時常咧同小朋友咧去讀一啲配合翻佢當前訓練目標嘅圖書嘅，可以揀一啲色彩鮮豔少少啦、有趣嘅繪本啦，同小朋友讀嘅。咁有時我哋指住圖畫啦，描述內容嘅時候咧，亦都係培養佢言語同埋想像力嘅。第三個方法咧就係唱歌啦，同埋唱遊等等。通過兒歌啦同埋唱遊啦，我哋可以幫助小朋友咧去用一啲佢好熟悉嘅歌咧，去建立佢語言嘅節奏感啦，同埋發音能力。同時咧鼓勵小朋友跟住唱啦，加啲簡單嘅動作，呢個互動咧唔單止有趣，仲可以幫助到佢表達。